综合教育的理念，就是让特殊教育的学生有甲普通学生做伙上课的权利。不过前几日台北有一个高中的特教生上课甲老师拍，这老师后来讲唔知班里有特教生。教育部今仔日表示，会定清楚的规范，让学校未来执行融合教育时有依据。另外，会甲算点钟的特教助理员加薪水，为今年开始，卖加开1600个领月级的课。小学到高中需要特殊教育的学生逐年增加。教育部统计，112学年高中有23728人，高中国小有80238人，而且有92%拢伫普通班进行融合教育。立委洪明凯伫立法院教文会质询表示，台北市即前发生特教学生剝老师，受害的老师讲唔知影家己的班有特教学生，学校内部的沟通明显出问题。到目前为止，在这样的一个部分上有什么改进？这个我们会用这个个案或相关我们收集到的整体个案，做成一个比较完善的这个公文函释，做一个指导性的公文。好，谢谢。3天内。3天内。教育部表示，会定明确的融合教育规范，予学校照办。那协助特教老师的特教学生助理人员，今年8月开始分做4年，针对6大重度障碍，单年用400个月薪制助理人员，起薪31725，上悬37800块。若是算点钟的助理人员，服务达到800点钟，10点钟加5%薪水，上悬会当增加20%。每一年会有400位的部分，我们会用分区的部分，根据各县市政府重度以上的学生的一个人数比例，那么来做一些核配。我们来看一般104上，你去找手摇饮料店、早餐店，这个薪水都高于特教助理员。责任这么重大的情况下，却只有给出这样的薪水。月薪制助理人员伫休寒休热时拢有薪水，嘛有年尾奖金，毋过需要伫学校上班满8点钟。立委即期工课遐济，有偌济人会想要来做？若师资培训无规定爱上特教课程，一般的老师阁一概爱怎教特教学生？要求教育部针对现任老师培训提出报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